住水中香檳之稱嘅巴黎水，而家又話要易主啦。嗱，呢個標誌性嘅綠瓶承載160年品牌積澱嘅氣泡水，曾經係高端餐飲嘅常客，中產嘅心頭好。而家佢嘅母公司雀巢就將佢連同聖培露、了麥等嘅歐洲高端水品牌打包出售，估值大概係396億人民幣，多家私募已經入局競標啦。嗱，雀巢深耕34年嘅瓶裝水帝國即將全然退場。時間我哋翻到去1990年啦，巴黎水就因為管殘留危機口碑大跌，咁雀巢咧就捉住機會，不惜付出高額代價，好上資產茉莉品牌嚟換取歐盟嘅批准，以153億法郎地要收購巴黎水。然之後咧，雀巢再收聖培露、海馬，高共全球多檔位水品牌，打造咗規模最大嘅瓶裝水帝國。而巴黎水亦都坐穩全球高端氣泡水嘅頭把交椅，成為咗中產消費嘅符號啦。但係呢份榮光咧並冇持續，雀巢水帝國由2020年開始收縮，先賣咗中國嘅飲用水業務。2021年就剝離北美大眾水品牌，嗰時又仲宣稱聚焦巴黎水等嘅高端戰，點知3年之後，連核心嘅歐洲高端水業務都擺上貨架啦。雀巢執意捨棄巴黎水核心就3點下，第一就係品牌稅引入崩塌啦。2024年被曝對巴黎水水源非法處理，違背歐盟天然礦泉水嘅規定，徹底打破咗佢天然嘅賣點，令到為品牌故事埋單嘅中產消費者都好失望啦。第二咧就係財務表現拖後腿啦，水業務上年低增長、低回報，儼然運營嘅利潤率僅5.6，遠低於集團平均，成為咗拖油瓶啦。三咧就係集團戰略嘅大調整啦，新任 CEO 敲定咗咖啡、寵物食品4大核心業務，而水業務咧就被剔除。雀巢仲啟動大精簡，對非核心表現不佳嘅資產果斷剝離。對巴黎水而言啦，換主人未必係壞事。雀巢資源向核心業務傾斜，對佢嘅投入有限，而私募嘅入局或者會為呢個老牌高端品牌注入新活力，重新捉住中產消費者。而對雀巢嚟講，前段時間啱啱出售完藍瓶咖啡，而家又出售巴黎水，呢場老牌巨頭嘅自我精簡仲喺度繼續啊！